陈教练，其实我们今天会找你来，我就开门见山明讲好了。子琪教练啊，你在网络上公开发言，你知道让我们很难做人呢。你知道吗？体育圈里面有很多事情很难一下子理清楚的。你在网络上这样子公开发言，不等于在威胁我们吗？委员的意思是？委员的意思是，蓝总作为篮球界的领航员，却没有办法大刀阔斧地为篮球界带来新的气象。我昨天的直播可是没有炮轰大家哦。哎，海丰退出中华队，安东消极比赛，你选在这个时候在网络上炮轰，说什么要我们大刀阔斧，是怎样？中华队教练是你想当就可以当的是吗？之前严总好意的请你，结果呢？你不喜欢你就滚回你的韩国去啊！陈子琪，我们决定征召你担任中华队的教练。海丰退出之后，我们已经跟其他球队讲好了，所有的训练、选人，全部都交给你决定。当然，我们也希望借重你在韩国的经验来带领球队。虽然现在放心交给我，没有海丰有没有海丰的打法。我冇去轉幕下，我冇想去打你天數泡茶。我也不想回马來西亞。我真應當想去打冠軍賽。說本年教人都按你老人講法咧，你又行去按呢？親小要算你老人出嚟去休息咧，不過教練講都按呢。我迄條無人講清氣咧。做貨啦。按咧。唔知，看係要佢出去開幕啊。好子，我當上去老銀行借錢，搶年創業，超100萬，剩個大家個丟丟的。戇嘛，家裡搶門買你還晚啊！大家，俺叫我攞運動，好好講債費啊！親小，俺都欠3萬嘅。根本人，你看運動太唔高效。不管未來會做乜嘢，還要去打球喎，都係歡歡喜喜，好冇？好。好冇？好。好啦，落起嚟。乜解啊？Surprise！ 先生哥，買各位別人專茶，可以出發嚟搶各位別人追求人送茶，冇抽到1票，就冇下1票了啊！我係送茶。草案本藝術到3成年嘅捐款，人唔做咩表示咧？現在的年少先前嘅成績，你到冠軍賽。那你姐，冇想喺自家老公捐錢咧？唔係啦，我老公當上愛支持我打球，做啲本愛賺來出動港 M 咧。
哪有可能是假钱？迄拄来，迄卖人经个钱啊！错啊妹，迄志奇教练啦，记老运动水赔本日价150万利益金都非本人嘞，连沙下来训练嘅球场、宿舍都安排好嘞。这教练期喊摆，喊尾来带么？唔对，这家门记了，记你南向等人嘞。行李，神梦告众，神梦教练。同粉洋条来到南向，不过安普条佢留几条小妹，检一下宿舍，吼。哎，还有意思啊？教练，教练，教练。大家，正經東排些，我冇辦法平到行踢冠軍賽一條路。我家聽愛去帶總把吹咧，不過我還係想愛老大家講，我正經冇想愛來大家搏踢，我唱係。我唱戲，教练，迄讲无去，总把虽然用干啥？不过总把吹要迄赢个梦想，错冇？志奇，唔記得，我自由嘅啊，係咩？错啊。因迄自由嘅鼻水，自由鼻音，因个新名换做自由鼻音，唔对，自动用诶。懂真嘞。后堂有意义。自由病嘅得10年，我正經對唔到成功好多動作，是目標。好啦，像喺冠軍賽無才天天，又唔係唔轉來。錯，教練去帶總法吹，同志留下來打冠軍賽，完美呀！難談嘅話，我就先講咧。喺講到自己教練係魔鬼，我就係嚴羅王。對啊，開始，我就係唔到嘅教練，疲勞係強起來。還有啊，什麼教授？什麼教練？哎。總法吹，加油！自由兵，加油！陳志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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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加油！根本不用1000塊，真的好便宜。上咖啡。先講好誒，迄公司派，莫怪我，然後佢感情無安好。是看啊，你講做唔得，就算做來是咖啡。林彤，我以為只有我們2個人。是我叫林彤幫我約的。
我就直话直说了，你被开除了，对吧？那又怎样？你要我加入安东吗？还嫌我不够丢脸吗？我要找你加入中华队。中华队。其实罢赛那件事情之后，我每天都在想是否做对的事。朋友们都跟我说，打球就打球，为什么要参与这件事情？但我觉得对的就是对的啊，跟打不打球没有什么关系。我本来已经打算要去卖红豆饼了，连摊车都看了。可以打球的感觉真好。好，那我再把练球的时间发给你，谢谢你来。好，谢谢教练。那他呢？他也一起吗？既然他都答应了，那我可以走了吧？怎样？该不会还在婆婆妈妈吧？在乎什么队友情吧？我不能抛下我的队友，他们需要我。你早还有记者会，抱歉，我先走了。去找边爱唔去的。啊？你做乜解啊？等下要开始嘞。李批文甲他大本爱，阮爱着做乜解唔不用认同迄搭中华嘴。据讲，楚本营甚至是约记着见面。韩讲认同其实，迄想为他中华嘴嫁。不过你去变讲，总唔得目提比。要给，走啦，上去啊。是，李批文讲想要打中法吹，刚才真紧嘅。老希啊，今日后尾都还你等下呢。是，真紧拉败咧，唔绕到全世界给赢，就会等等你弟弟挣黑毛。弟，姊妹迄个不上嘅啦，你又免唔弟。跟爱咧。爱着咧，唔到得老兵水尊重乜解啊？唔敢伫，李批文老爱讲乜解？其他爱着唔好按吃屎，抢姑气噶。讲多人张黑发引用诶。弟，你去上面个讲啊？好啊，望生唔着手迄困过去，我用会记听，唔着去甲处理啦。弟，等下，弟。含迄无味哦。算了啦，一下来，本记者发现很乖。那邵委员，我们跟球员们拍张合照吧。哎，好，请。恭喜啊！谢谢。恭喜恭喜。好，左边、中间。想请问一下，吴永平和陈玉君选手两位选手，他们去哪里了呢？我们先坐下，来坐下坐下。关于这个问题呢，我想我来。不好意思，他们两位今天因故无法出席。无法出席？为什么？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吗？家里有事情，没办法来。吴永平选手还在自由飞鹰的球员名单里吗？理论上会，
理论上，自主队球员来说，是不是还是有些困难呢？那如果林彤你现在回去打中华队的话，队友们会支持吗？据我们这边所知，中华队到现在还是蛮缺人。而且刚刚好像看到你有和队员发生争执哦，发生的原因是因为这件事情。陈玉君和吴永平的事情，可以再跟我们多做回应吗？这队内有说我不合吗？这可能是你球员生涯最后一次参加中华队的机会，真的没有考虑吗？还是你有什么规划，可不可以跟我们透露一下？不骂该啊，这是今天的重点吗？我们可以问一些有营养的事情吗？我想林彤他的意思是说，我们今天是非女篮成立嘛？不要一直问到中华队的事情。我先离开。另外2位队员的事情，跟申请林彤回答完。林彤，你还没回答我问题经费的规划，或者是其他那你们今天想要拿到什么样的成绩呢？好记送咱你腿咧，手出唔闪闪咧，唔要什么？小乜雞？運動會是啲元素好冇啊？吼，唔小乜雞啦？迄講正經結散咧？哪位前面去賺錢啊？也係去錢錢留橋水買下來，按咧？可能我去請配水啊。那邊有送人排出去啦。吼，按摩錢的丁丁。林彤，唔哦，迄個運動本唔結散，唔會用嚟做。佢哦，佢唔會老太家冇睇啦。下组嘅新闻哪有看咧？人身体还是强样啊？你就按脑记载嘿。无，俺偶尔记着讲，俺个水没打。生理自由鼻炎，迄只小裤，俺强啊太个姊妹，都吃到俺后太家无摕。唔讲袂，唔同欢喜吼。也种下拄伫硬家叫我动作。迄爱爱说服李批文，迄爱记说服爱，无唔错吼。安尼做到底有乜个意义啊？冠军赛对无啲运动嘅，人样做得无才啊！爱唔兴。爱望暗啲更少。歹势，歹势。假勇士，迄眼老唔服摕。林彤好妹，好靜，做乜解啊？娘誒，等下愛比賽咧，會驚黑冇啊？你真冇咧。佢唔做嘛解13年，空啲啊 V 啊。冇啊，就不懂冇啊。哎喲，捱老唔講啦，唔是緊張。也從比賽搶喺唔比類人生當中10個場、8個場國際賽嘅其中一場，不用強鬆，認真打就好咧。幸好你講嘅很簡單。捱到5一鋪。
肯定爱讲过来做，起好来，不足湿湿，吸气，调气，吸气，调气，吸气，调气。上电唔拿电球，低从风机用的，常常唔超过咧头前嘅球员，得分。所有嘅人都冇办法当电，一球一球掟入嚟，搞右上，結來結太上，前面結個面嚟。你贏咗一場比賽。冇唔錯，所有嘅人都啲嘅為人太上行，為中華區打贏了一場比賽。因為比賽冇按定樣嘅哦。好子，等一下，向下加油，向下大洋很貴。大洋很貴。陈子琪，加油！陈子琪选手。朱轩好，三哥好。今天我跟朱教练还有其他釜山通讯的教练都会在场边看球。今天比赛，好好加油！谢谢三哥。주치, 나는 네 기량에 큰 기대하고 있다. 다른 사람 생각하는 만큼 네 기량이 뛰어나도록 하면 우리 부산텔레콤하고 같이 뛸 수도 아이가. 教练说很期待你的表现哦，希望有机会邀请你加入釜山通讯。谢谢朱教练，我一定会好好表现的。 화이팅 화이팅이다. 또 보자고. 谢谢朱教练。好。 但韩国队当然也是重点严密防守，子琪连接球的机会都没有啊！林彤出手了，韩国队禁区一扑上去犯规，中华队获得关键2罚的机会，先追平就好。第2罚还是没有罚进。 心情怎么样？是林彤选手太紧张吗？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啊！那个所有的选手都辛苦了，大家辛苦了，辛苦了啊，辛苦了，谢谢。还是在最后的战术执行上，是不是？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借过一下。陈总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子琪，你的想法是什么？觉得他加入中华队是正确的吗？子琪，你的看法是什么？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各位，我说过会开记者会说明的啊，谢谢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谢谢大家。子琪要不要分享一下你的看法？最强高中生的称号是不是太有自信了？谢谢大家。子琪要不要分享一下你的看法？我今天确实很可惜，那学妹她也很优秀，只是她真的太年轻了，又缺乏经验。我建议中华队下一次可以找更有经验的选手，我相信我们都会更好。好的，谢谢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说点。选手这次失误了吗？子琪，网络上已经在传说林彤的妈妈是蓝总的理事，所以你才有机会进来，请问是真的吗？谢谢，谢谢大家。林彤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选手，请各位相信，没有人会比他们更想要进球。你有没有成为中华队一员的一个感觉呢？会不会对不起自己的队友？要不要说声为什么不传球？为什么就不传球？你说谁走后门啦？到底？你怎么会走后门？你说清楚，你是不是走后门呐？拿出证件，拿出来！你为什么会说？好姐，你做乜解按你讲？你真件事到，你冇拉自己讲一种法出嚟。 外面不赞同心很买去参加比外球员的选秀，有没有限斗？不过我却在那场选秀会上，因此了强总教练
佮老爱讲，伫韩国留我的名额很少，迄讲真经想要留伫韩国打球，就入韩国式。故说也留下来咧，好笑的是，会做得留伫韩国打球无？老家从亚冠比，伊是个关很多无？我一直甲做，假勇士，我对媒体讲的结着花，唔系有心的。不过其实根本就唔系安尼。林通，唔系个当优秀嘅球员，你做得去任何你想要去嘅所在打球，莫因为爱，就安尼停下来咧，好冇？也无想到，后天摆通董讲按头发，起鸡皮疙瘩。做乜解？那边唔错啊，你讲正经的呢？爱弟，什么系我爱讲一条话。总共什么好记？故说咧，无啊。算了啦，我冇会留唔清了。不过不管我爱来冇。我就还会买呀，我是迄陈志奇，我是迄陈志奇。我老唔讲哦，运动因为疫情做到唔好。老球水给散脱嘞，唔讲唔时间啊，佢几条姊妹即家做了一嘴眼多自由鼻音，迄自由自在伫天堂比个有婆，也着生活真经无简单嘞。阿玲，阿童来看呢。爸，我来嘞。记还记得，亲中一个百合花嘞，严先生大本爱嘞。南总要大本爱咧，我讲，也着人经济个别，迄老阿童逼到点脱咧，佢爱大毛佢去咖啡做主，不过我正经动强，喺动强，也排无去为优费，不过，去咧。又失败了，我真经唔知要两较散呢。阿童，老妈妈讲好冇？妈，就把这事情就算了。真经冇事。
要好好面对。好啦，咱来转来。要人哦，案件咱就不影样凶多了。可怜，迄两千大球还没踢台，还会去甲上体度？就都无简单，太甲做者强下大球。毋过好似记着一枪严家咧，用因推拳。 俺知道俺爷哈无想跳摆，大球快乐快乐大球嘞。嗯。哎呀，还记得无？这种室内暴风旋，偏下讲，前头唔跳嘅，讲我推吹吧，咁啊，对面呢，天真买了进来。 买位暴风旋，还就马起啊！篮球係5-3人嘅運動，就算係夢，係做得到。上岸度做嘛？哈！我記得，唔用去對籃球，其中用去對你。好嘅啦，得啦嘛。 阿腳條呀！來，殺數！哇，你會按籃嘛？哈，給你休息。你休練啊？啊！ 要見樓頂，佢哋會來吼。哦，佢有都答應嘅咧。迄講太高曉，佢哋行喺上走，計咩迄佢哋嘅結婚啊？阿雲，迄講佢哋都離開邊吹咧，唔愛用架啥，唔會笑無。同志。 还讲假事，假使唔对都离开咧，我要喊卡上网打球，分边吹变做一只喊卡好、喊卡强嘅球吹，还有我们会一次一次打下去。 沿边吹手控压榨太钝了咧。哦哟，同志讲嘛该啊？
好记。坐啊！亚比，有话就夹夹讲。我根本人请着过来，还有阿云，我还有事情想我老唔着讲，我想我老病水请假，我希望去打中法吹。我有事情要都安尼，对唔着正经东歹势，要下安尼。若要做毋来强求，你就继续留底。不过，我希望来做地铁一早，人着讲，迄讲，我无去打中法吹，我一生人是关渡，会有一件事情，一次卡伫几片，我无去处理，就无办法向前行。我伫安尼读书时，我正经对唔着东歹势。我只是教练讲好嘞嘛。妈，我想我人唔着讲体，搁去老去讲。你知道你做咱老人讲，你就要讲好。你老人尊重讲的哦。对。迄个外条很唔好去，你就唔会去哦。反正你当希望，你就做个了解。不过，你就买客，那是应该的。不过一摆，来听出好好面对自家，来不管样的，我都要去打中法吹。你唔记啦，外条无欠啦。你做工就好了呀。天气。内手的动脑鱼、野菜、按键话，你想到手去打啊？你手无上过也去吹油，都会闹人天数哦。困劳去加咩多，按找过按艰苦。还讲嘛解法，咩唔老会着讲，唔敢唔伫，来着滴顺风看，有几欠几着紧，唔拄带有老，来着做做朋友么啊？丁丁，还是啊？还有，安子说，哦，好嘞啦，莫安尼啦，哎呦，啊！还有，唔老倒无吹，那就手唔会痒嘞。手会啊，韩哥，来人唔讲，我赌1000球，唔会去，让你同欢喜。我赌1000球，唔会叫，叫你先欢喜。梗啊，我要同欢喜啊！我迄彩球阿玉，我迄批准。唔对，天摆搭甲厝，要紧装无？手无上过买有硬，同欢喜啊！哎，生意去哦，辛苦。对，吸气笑，吐气。加油，再3个，再3个，慢哦。然后我们膝盖再撑开一点点，然后肚子收进去，对，吸吐，很好，肚子收。我们再一个就好，吐气上，很好，休。下一个引体向上。
不要急哦，不要急哦，速度慢。很好。推，然后等下先伸展一下。OK， 来这边休息一下。等我一下哦。 快一点，小姐。学姐，怎么挡？当然怎么挡？怎么挡？学姐怎么挡？可以挡一次给他看吗？过来走，确实啊，拜托这边好好给我走。我刚刚是怎么样写的？我每好，球传这边。 压缩，哎，听懂了没有？刚刚战术上是怎么讲的哈？确实做了，快点！ 什么太嘎？同志，阿恩，加油 ，fighting！ 你肯定是大拇指的，上来哦！同志，加油！哪里哦？ 同志，加油！哎，林彤，唔哦，迄个运动本唔结山，唔会用嚟做。记哦，记唔会老太家莫提啦。哪知道，迄讲真经黑暗呢，硬要伫答案家啊。所有嘅事情都会亲后给安排啊。 林彤要队友拉开空间，想要靠自己的单打能力突破了。金智英完全不给林彤机会，直接毁掉他的上篮。韩国队的情搜很充足，就是宁可让林彤上罚球线，也不让他轻松拿2分。